继续来关心宜兰成功派出所边啊，昨昏饭店过2点外的时阵起风放火，有6只乌托邦甲1只铁马是拢烧了了，而且连派出所电的线路嘛拢受损断。警方随出动抓人，这个嫌犯唔但是无爱配合，而且佫弄这个警察车。在过程当中，因为车门的玻璃破去，2个警察的手嘛去挂着。这个嫌犯讲，因为伊不满警方甲伊处理，所以才会去放火。目前是以公共危险等罪嫌甲伊移送，因那法官是已经甲伊裁定收押。监视器翕到，找离透早2点外，罗东警分局成功派出所边仔停乌托邦的所在，有一个戴安全帽的查甫人伫咧遮行来行去。这个查甫人离开无偌久了，现场随导火，也有爆炸的声音。有6台乌托邦的1台脚踏车加派出所外口的电线拢被烧害。这个查甫人本来是开1台轿车离开。警方认为这个死过的查甫人有嫌疑，伊敢若是因为违规停车，互警察开单正不满。尾下调监视器发现，伊走去加油站买7克的汽油，结果返来现场放火。郭姓犯嫌是前往台北市的某加油站以保特瓶来装汽油。那在今日凌晨到我们成功派出所来纵火。随日透早3点半，警方伫咧伊徛家附近发现伊缀伫咧伊后壁，伫咧新寮1路的时阵，甲伊的车砸落。伫过程中，这个死过的查甫人还佫开车弄警车，造成2位警察受到轻伤。警方甲伊的车窗攻破，抓到人。拦停的过程中，这个犯嫌有试图冲撞我们员警所驾驶的巡逻车，所以后面就以妨碍公务的现行犯将其逮捕。为什么要去警察局纵火？有话要说吗？警方依照妨害公务公共危险，也有毁损罪等罪嫌，将这个死过的查甫人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，并请检察官申请羁押。宜兰地检的法官伫半暝裁定收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